声上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来个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，上侪35000块去砸上去哦。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吼，阮这队不得了啊！哎呦，嘿，这拢是中辈呢。嘿，先介绍咱队长啦。是，阮是队长吼，名叫出来叫小弟啦。哈？对啦，大家吼。长辈。嘿，无，人迄名听出来，阮小弟啊。哎呦，小弟啊，嘿，阮队长小弟无结束。哥哥，来，我的今年的上新的专辑，哎呦，新歌专辑，吉，哎，吉哦，这个吉是吉日的吉咧，吉的是，吼，佮问家己，风中的情花是甲有人对唱的啦，吼，我甲你讲，这吉摕出来就惊着啊，安怎讲？偌好听，你知无？偌好听无？听讲即摆已经是迄个8点档的咧播的。对，无对，诶，片头甲片尾拢是，片头片尾啦，片头片尾啦，无你骗啦，我无你骗的啦，对，好，来，阮队长来介绍落去啦，来，向慧玲，大家好，我是向慧玲。我你知影你台语安怎念无？台语哦，台语应该叫做向慧玲。向慧玲，是，今仔日我嘛有传单落来。哦，今年上届新的专辑《爱情真伟大》，这吼要做实力派，真无简单呢。是啊，好，来，我刷入去咧，进来啊，松哥你好，今年满满的礼物啦，上届新的专辑《迷乱你的芳》。迷乱你的芳，所以阮头下3个哦是私底下讨论讲吼，阮今日一定赢的，因为当阮3个年会加起来超过5个啊。你无看咱叫啥？无敌手嘛，无敌手，原来是安尼啦。是无？啊，那刷落去边啊，就小师妹今嘛唱一张调叫金星的新娘嘛，吼。哦，恁同齐合唱的，对，是啊，你是作曲的，我作曲做写词，歌手，啊嘛是唱片的制作人，啊嘛是词曲的创作者。哦，斜杠青年，大行会晓呢，那就熬啦。在路，不要紧，搁刷落去咧。啊，大家好，是厉害哦我是永新哈，我是这个电台这个主持人，好朋友嘿啊嘛是好朋友，这种家己的大兄甲小弟哈。啊，我有一首歌嘛是玉如老师所写，嘿，都离家小弟，足欢喜的。对，是，前摆咱拢介绍过，咱看即摆新的，哦，这边少年遐。嘿，少年的来。我来讲啦，恁这边讲阮赢无一定啦。你哪安尼讲？因为恁这少年的吼，读甲长了较紧。哦，安尼意思是讲咱长了无紧就对这个啦。一囡仔讲台语讲到今摆才侪岁啊，哪有可能去输这囡仔？对嘛？试看卖哦。来介绍落去。欢迎咱这队彤彤做伙拼，最爱拼大家好，我是彤彤。你好。刚头拄仔听到各位哥哥姐姐唱歌，啊，毋过阮这队嘛是介熬，嘛是介熬。听讲这队拢是咧唱歌的。因为阮家嘛有金曲歌后。你都进来看这是这位艾丽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。来，学生啊，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易成儿。我虽然即马才20岁，但是我有替黄辉写过歌。厉害啦！好，来，我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廷成，啊，我嘛是歌手，是啊，大家拢讲我台语歌唱甲白歹，啊，毋过我台语是真无练等。不要紧，咱搁加油就好啊！加油！连抓来就是摕这3份啦哦。好，欢迎，来，搁刷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新音乐啊，我即马伫做 demo 歌手，啊，嘛有伫做 Instagram 的美食部落客。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今日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人讲手可有筋，人可有心。讲台语，互咱心连心，请大家做伙来讲台语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对啦，当这唱台语歌吼，一定会心连心的啦。看起来。好，今来比起比赛哦，来去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但你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
回合4字斗1字，双马尾叫做4字斗1字咧。哦，等者我会出4个词啦吼，啊，但是这个词拢欠头一个字，大家来约看卖头一字什么，紧写落，紧再试落就会知啊。哦，嘿好，今日写完了，等一档试哦。嘿嘿嘿好，来，今日哦，来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空？什么色？什么高？什么猪咧？哦，什么康，什么赛，什么猪，什么哦，有人写，来来，哎，无得手的来，哥哥来，放康放赛棒赛，棒赛，所以合起来就是来放康，嘿，放晒，嘿，棒高，放猪，什么是放高啊？哦，哎，因开始怀疑安尼当无啊。开始怀疑哦，不要紧，咱来问。不要紧哦，你的答案是安尼哦，棒吼，棒，好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要棒哦，安尼就歹势啊！不要紧，来这边，快紧下一题，来，咱这边有机你写会，好来啊？绕汤，绕高，绕高，嘿绕赛，嘿哦，绕猪，绕猪，绕绕康，康，哎，绕康吧，绕康，拉康，是唔是安尼咧？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嘛唔对。这应该是真简单的嘿，有较困难吗？这有较困难，因为什么猪因为拢通啊啃对吧？嘿，什么高这真正有论。嘿，到底是啥呢？来，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耳，啊，所以咱有啥物耳康嘛，唔得耳朵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咱有一句话讲，扫地爱扫壁角嘛，是啊，迄个洗面爱洗耳康嘛，吼，所以这是耳康吼，啊，过来咱的耳屎耳屎，哦，啊这咱的耳垂叫耳珠，耳珠啊，咱怪耳环叫耳膏，哦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啦，第一题尔，咱就大家做一下朋友，试一下水温啦。加油啦！好，来开始啊！正式要开始啊！较拍拼哦，第一回合有5000哦，5000哦，第一回合5000哦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5000哦，好，来准备好哦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空？什么色？什么类？什么大嘞？哦，来，紧写，紧写，今日写哦，写好紧写好就今日试哦。好来，虾米康，虾米大，虾米细，虾米细，来这边，哥哥这边，无得手，好康，嘿，好势，好势，好大，好大，哦，来来好看，嘞，好嘞，是不是好嘞？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就对啦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秀姐，你看，家有一老对不？如有一宝无，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来咱分数。还恭喜得到1分哦！啊，来咱看咱这边，恁嘛是想到啊，未想到，是不要紧，来咱听老师来解说，因为迄有的字吼，咱是迄喊你看到啦，嘿，喊你看到，嘿，咱就来问的老师哈，来老师，来，可能迄个好康吼，大家较无遐熟啦，但是咱拢会写迄个健康迄个康吼。好康，比如讲，你看咱来参加这个全国有地位啊呐，会当学台语，搁会当摕奖金吼，有够好康的吼。好，啊，第二个是好势，比如讲，咱定甲囡仔讲爱坐好正，就是爱坐好好势的意思吼。啊，好大吼，你就有2种意思，比如讲，伊足有勇气的有无吼？迄比较处于竟然足好大的，较敢气。吼，啊嘛有一种，比如讲咱张惠妹小姐伊收啥物？好大你就来，好大你就来。又讲好大，竟然敢到我后壁甲我创空，吼，所以有2种意思。啊，上尾就是咱做人爱安那爱好咧，哎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好，真好，恭喜呢！咱这边爱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！我来出题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果？什么破？什么树？什么价咧？哦，果破鸡树。对。哦，用什么字咧？写好今日字。哎呦，来，做伙拼，做伙拼。这边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字？公果、哦，公果、公球、公树、公破、公破、公价、公价。哎呦，干得对所以讲哦。答案是讲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对啊！带分数。恭喜你
你嘛得了1分啦。白手啊！白手哦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第一个广告，吼，就是讲一寡，比如讲民间故事啊，还是以前的这个传说啊，吼，比如讲什么福姑婆啊，还是白菜七啊这种故事，吼。啊，讲破，吼，咱有一句话讲。江湖1点决，啊讲破就安那，代志啊，吼，好，啊，迄个所以讲破就是说破的嘛，吼，来啊讲假，吼，比如讲咱有当时啊，迄个有的人去外国。迄个关公啊，就倒来甲咱讲吼，你若去某一寡国家吼，你一定爱会晓讲价哦，袂互当做攀啊，你讲哦吼，要会说价钱啦吼，讨价还价哈。啊，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人真啊讲笑啦，很喜欢说笑哈，叫讲笑，好，这是以上4个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不哩好哦，即马平啊哦，白手，要刮落去啊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上个，咱个出题。请问什么鸡、什么甘、什么鼎、什么骨的？哦，龟甘骨鼎。哦，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紧的哦，写字，写完紧的字哦。当中来想哦。是，什么龟，什么咸，什么骨，什么鼎哦。想看卖，想看卖。是，中迄到底是啥咧？对。来哦。什么鸡？若袂晓，我小提示一下。好，来提示哦。9分啊，搁过去遐做什么？啊，紧了，看相啊，紧了，紧吃啊！哦，来这边来做伙拼来。金龟，金龟，金鼎，金鼎，金骨，金骨，金骨，金啊，搁一个金柑，哦，念了真好哦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恭喜哦！我来分数都甲记落去。恭喜你嘛，搁得到第2分哦！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第一个金龟就是南瓜嘛，哈。嘿，金啊，龟。第二个金柑是一种糖啊，哦，金柑仔糖古早味的这个金柑仔糖，吼，啊，伊安尼定有无？啊，会当甘带喙面真久。哦，这金柑啊，吼，金柑。第三金骨，比如讲咱咧红菇粿有无？顶悬你也甲抹一下油无？啊，看起来安那逐地都安尼金骨，吼。啊，金鼎是咱个烧银纸，迄个汤啊叫做金鼎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哦，袂歹，即马2分1分，不要紧，咱搁拼一个，有一题哦。足紧的，足紧的。记哩，写好就紧的记，写好就紧的记，5千5题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困、什么热、什么喘、什么倒咧？哦，困热倒喘哦。好，来，紧的写完就紧的试哦。为生活当中去想看卖。哦，来，对，啊，对了，无得手，来量看卖。跳倒，跳窜，跳窜，跳困，跳倒，跳乱，敢是这跳，足紧张的。这题拼输赢，倒一队会当提走5000块咧。无得手，来量看卖。跳倒，跳窜。哦，听起来真有意思哦。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就无菜啊呢。本在想要放，你知无？啊，不要紧，来看这边。嘿，这个跳，嘿，跳窜，跳困，跳倒，跳乱，敢是这跳，足紧张的。我看到足专业的我，吼安尼，是这个跳，我唔知哦。来问老师一个好不好？对。老师，这个跳对唔对？那这就对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分数先互人。来，恭喜得到3分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，来，老师。来，咱的华语字和台语字是无共啦，吼。咱休困的休是这字吼，啊休困就是休息嘛，吼。啊，迄个休纸，吼，咱讲休寒休纸，啊休纸就是迄个放暑假嘛，吼。好，啊迄个休倒就是咱中昼时啊那小可休困一下嘛，吼。啊休喘，比如讲，咱爬山爬到足忝吼，啊需要休稍微喘一口气啊，做工课做到足忝，需要休喘者，稍微喘口气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其实吼，哈，我就问一下，啊，以下休息这里休啊，台语变哪念？你是休啦，休啦，哦，休息的
休啦，休，嘿，迄无共款，甲休无共款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先看分数，咱先看来，咱无得手这边，无得手即嘛是1分。好，那咱做伙拼咧，做伙拼即嘛是3分，所以得到5000咯。恭喜！不要紧啦，咱拄啊开始尔，5000后来安怎咱嘛唔知啊。嘿，一定爱去咱的第2回合，进来去咱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台语安怎讲？是，这回合1班哦，是1班哦，1班哦，1班哦，啊，应该无压力啦吼。无啊，无什么压力啊。看到我的偶像伫遮，我就淡薄仔压力。你就是自细汉听我的歌大汉的。你千万安尼讲啦呀。好，来手更好好哦。爱请手搭无？嘿，愈紧愈好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在家里，我是伫巴西来 Kevin。我先来甲恁介绍我即马伫啥物所在。我今仔日来到吼南投志外潭的立山林会馆。这个立山林会馆呢，为什么足特别的呢？因为吼规栋拢是用块木做的。你若对迄个门口入来吼，你就当闻到一个足香的块木的味。这是全亚洲上大，全部拢是用块木做的理社哦。好，我先来出来今仔日的题目，请问块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快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哦，来快木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手搭。来，慧玲姐姐，因为这算弟弟嘛，这算弟弟。牛料水哦，牛料水足强的哦。来 ，Hinoki，确定？你确定哦？袂使后边头问，袂使。我看一下因那边的表情有信心，对我有信心无？我的靠山就在，所以。答案是 Hinoki。来，老师是不是 Hinoki？ 恭喜！好，来，恭喜得到1分哦！赞！咱听老师来解释 Hinoki。来，Hinoki 是日语啦吼，是嘛有人直接甲翻做桂木，嘛有人讲香芋，香芋。迄个其实这个香芋茶吼，伊是有分的，伊的树皮若较厚的，咱讲厚壳啊。就是华语所讲的扁薄，若是伊的树皮较薄的，咱讲薄皮啊，就是红块，一个也做美尼希，美尼希啊，话咱台湾人讲米利奇，都有人讲，这种茶呐，伊就要有油分有油分，所以迄个才有迄香味出来。毋是，就是讲你若唔免火整，你就当引火啊，所以原住民家叫做油木。所以咱若要分较油的，咱的块木其实伊较有分的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即马这真少啊呢，伊拢去个真少啊，所以讲大家若去去深山内啊，看到迄大树啊啥，唔通去乱靠哦，迄画茶拢足好的，唔通去遐破坏啦。你若破坏，反正去用掠去。是，好，即马唔免破坏，咱即马就爱加强一下。加强。好，分数今日给我摕起来哦。1班哦。好，第2位啊哦，咱今日来换人。第2分，2个要对角。哎呦，队长遮紧就起来咧。队长，你有信心无？有啊。你拄啊知影迄叫做 Hinoki？ 我知，大家应该拢知啦。足珍贵的木材。嘿，足珍贵的，讲了袂歹呢。你倒位人？我高雄。哎呦，高雄啊！不过阮阿嬷转去了后，我就无啥机会通讲台语啊。别，今嘛阮全家有地位。跟老师因做伙啊吼，看阮全家有地位，就是爱学台语。对啦，台语真正要足好听。啊，那咱这边一路，你家己写落啊，是写几档啊？嘿，10档。10档。对。你的青春拢伫遮哦。对。好，来手举在2个顶面。好，请手答，咱就会当试哦。好，阮 Kevin 要出题啊，来 Kevin 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您看嘛哦，这旅馆吼实在是有够舒适的呢。
啊，这个房间吼外口都有一个露台，啊露台后头会当看到一片啊，这日月潭哦，够水呢，还有一寡人咧装迄个 SUP 呢，啊这吼会当互你去钓鱼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？我上后钓鱼啊的，来看卖这日月潭内底有啥物厉害的迄个鱼啊？来，我来先抛，哟，哈 ，OK， 安尼咱来等一下哦，好。啊！咧等的时阵吼，我先来甲恁出题。请问鱼竿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鱼竿、钓竿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钓竿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用。试看卖，不要紧，免惊。唔知对唔对呢？不要紧，免惊，免惊。钓鱼，所以应该是钓竿。钓竿，哎呦，钓竿，钓竿，竿，啊，你是要钓一个无？钓竿，钓油纸。哦，无条条，好安尼念着哦。有影咧吼。钓竿确定哦。好，来老师，是不是钓竿？搞哦。这样钓竿。加一分数。终于得了1分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来，伊个钓竿吼，毋是钓咱这个竿啦吼，是，迄个是直接翻吼钓竿。啊，嘛有人讲伊是咧钓鱼的嘛，所以是鱼钓啊，鱼钓啊，也是简单讲钓啊。啊，有人讲因为安尼一支敢钓钩有无？啊，钓钩，有影讲钓钩啊，钓锤都有人讲。好，袂歹。赞。好啦，谢谢。咱互相加油，100分啊哦。一比1咯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嘿，来即马平啊哦，加油哦！咱即马就看2位啊哦，应该是对着先拜应该会紧张呢。会紧张啊。请问你几年厝？我91，民国91咯。嘿，我的手我还未出世嘅。哦，足假，暗伊的呢。好，来手更好哦，加油哦！要来啊哦。来，凯文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而这李霞吼，毛这个撞球的服务，互来到遮的人客。安尼吼，我先来算看卖吼，已经足久无算这个撞球来哦，1、2、3、5，敢有机会入去？哦，不要紧。好，安尼我来先来出题目哦。请问撞球桌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哥牛哦，弟弟来，弟弟，安怎讲？弄球道。哈？弄球道。弄球道，确定。是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弄球道？好，恭喜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得到第2分哦。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弄球道。来，弄球，咱一般会讲刀啊啦，啊，我想讲一下少年吼，你就鼓励啦吼。弄球刀啊，吼，这是动球刀啊，这是较现代的讲法啦。是。啊，其实伫咱1976年的大英书典吼内底就有是讲球层。球层啊。敢若一个哈。名称啊，名称嘿，较正确的讲法是球层啦。啊，伊讲的就是咱较现代语言的产生变化嘛。伊即马讲弄球刀啊，动球刀啊，我感觉这拢会当接受，哎。是。啊，阮这阿吉啦哥哥讲球台可以无？球台嘛会使啦。哦。好，来分数，即马个扭起来啊！来哥哥，咱这边爱加油啊！哦。哥哥加油！好，来今日换人。我拼1分，等下看要白无啊？好唔好？好，来，咱 Kevin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先来介绍这位叫做 Sharon。Sharon 你好，我是 Kevin。Hi Kevin，我是 Sharon。你好。Sharon， 我先甲你借问一个吼，咱这后壁我看到有足侪相片，头前嘛有足侪相片，这人拢是啥物款的人呢？哦，温蒂三宁会馆，它是一个很有历史一个建筑的一个历史建筑，在伊达邵是有一定的地位了。然后这都是我们的历年来过来，在早期过来的一些外交使节，都是非常重要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啊，这都上具有历史代表的一个所在哦。好，安尼小人会当甲你摕一个名片一个无？好，若后盖吼，若有朋友要来，因为我就甲因介绍一个，好不好？我知影要出什么台语题目，你敢知影名片的台语安怎讲？唔知呢。无要紧，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名片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名片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，好，来手看好好哦。
名片哦，吼，来，请抢答。哦，这来。金这。妹子，名片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一个，看对唔对哦？来，老师，来，恭喜！好，来分数。由于无得手，搁得着1分咯。即摆2分呢？白手啊，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来，拄则讲的这个应该是妹死啊，哈，妹死啊，哈，差一点点把紧啦，哈。好，啊，迄个到一个咱直接翻的名片，也是名片，拢会使。哎，真熬，即马甲拼平哦。白手哦，是，哦，阿妹互上尾啊一位，压力互队长，压力啊，好，进来要压力啊，来，进来换人。是啊，2位老师伫遮。啊，有压力无？对啊，我一个人哦，伊2人的年纪啊。无啦，这个台语若讲水，我真正就是落差了。哎呦，对恁来讲应该拢是简单的，我拢会晓。生活上拢会晓，拢是咧，骹手无少年遐紧安尼。哦，啊，咱即嘛，后壁拢老的。小李哥，我头拄讲个意思，甲你共款，我嘛是输呢。不要紧，咱即嘛就来先卖解说咱的题目是啥，咱就解说这个机器吼。道理哦，唔好伤过悬啦吼，今仔安尼试者就好啊吼。手也伤悬，气伤慢啦。好，来手放好好。来 ，Kevin， 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知联合国这李小本身就是无电梯，所以伊每一个楼梯拢有这个扶手。啊，你免烦恼啦，因为才有服务人员会当甲你斗3工，摕你的行李去到你的房间。所以不管是囡仔人还是大人，若要爬楼梯时阵一定爱用这个扶手。好，我要来出题目哦，请问扶手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扶手的台语安怎讲哦？吼，来手讲好哦，来请手答。扶手手把，手把，手管呀，哇，你讲3个咧？啊，你要答一个。金曲歌晓爱你和台语歌王阮小弟 PK， 到底什么人会赢呢？扶手的台语安怎讲哦？吼，来手讲好哦，来请手答。嘛是哥哥啦，来。扶手手把。手把，爱个扶手把，啊个有，手管呀，哇，你讲3个咧？老师你有真足听吼？好，来我问老师一个哦，选一个就好，哦，你选一个就好，老师讲选一个。手把，扶手，手管呀，手管呀，还是扶手？扶手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扶手对唔对？安尼就对啊。恭喜得到第3分咯。好，咱来听老师解说，这3个应该有伊的意思啦，吼。好，来，等下免想伤济吼。是。扶手就是直接翻嘛，吼，啊有当时咱会用伊的意思吼，比如讲迄个我手安呐，爱靠伫遐，吼，叫手靠，啊手会换伫遐，手换，还是手换，吼，还是咱手摕伫遐，手摕还是手听，拢会使，所以有几啊种讲法。是，好来请回，咱就来看一下分数。先来看咱无敌手这边，这回合得着3分咯。好，啊来咱来做伙拼咧，得着2分嘛袂歹。不要紧，咱搁继续拼。无敌手得着1万，1万对5000哦。是，所以讲不要紧啊，嘛是共款啦。啊，够第3回啊，够第3回啊，拼去就对啊啦吼。好，今日呢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哦，咱这个回合这音乐吼，听起来真正会惊，压力真大。无唔对吼，这边的老师咱加油啊，弟弟，咱加油啊，弟弟。好，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半斤八这个词会当用来形容什么？哦 ，A 讲话讲一半 ，B 爱变鬼变怪的人 ，C 爱半杯散的猪肉。好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半斤杯开始。来哦来哦，听过无？那知影就紧来写起哩哦。啊，若无确定就亲像阮姐讲的，爱分散风险，对，风险哦。半斤杯是知影答案，咪咱通先写哦。风险爱甲弄哦。2、1，时间到，来起好哦。哦，手放有开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看者。C B B C B， 吼，伊就是无 A 啦。嘿 ，A B A B C， 哦，这拢有分开哦。这就是分散风险。不要紧，咱来先问一下。为什么拢无 A？迄个半斤八哈，就是讲吼，你像人有一句咱的台语唔清楚，就是啊，伊变鬼变怪，就是你讲了讲一半吼，安尼。无肯定啦，无肯定就是变鬼变怪安尼。哦，变鬼变怪，你讲这就是半斤八。半斤八，翻起翻倒安尼。跟他假巧安尼吼，啊都无影袂晓伊啦，假搞安尼。假搞啦吼。好，啊来咱来迄落，来回灵。因为吼，迄落含钱就伫咧题目内底。哦，大卫形容什么物件，毋是形容什么人。哎呦。所以物件就是半正八，猪肉有正肉甲白肉。哦，是半杯散，对，半杯散的猪肉。哦，这嘛是有道理哦。刚刚有道理哦。好，啊来看咱这边的。A， 因为我想讲半斤八有半，啊讲话讲一半嘛有半这个字，所以我就主要是分散风险啦，因为阮这堆的答案实在是无确定。好，来咱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失败先饲掉来，不过再饲掉。来，咱只有2条命，一条命。哦，到底啥会叫半斤八咧？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一下。正确的讲法是半正八啦。半正八。这个正就是正肉嘛，瘦肉哈，啊八就是咱的肥肉嘛，啊所以这半正八就是半杯散的。哈，对，嘿，因为迄个正肉才会较甜嘛，吼，啊，迄个那迄个肥肉较伤油嘛，所以咱就看白粽啊，是咱个卤肉的时阵吼，人拢爱用这种啊啦，半正八，就敢若迄种三层有无？哦，伊就是用这种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够2条命，咱够1条命，继续甲拼落去哦。加油！好，东东。好，来，咱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结婚的时候，会伫咧车顶放什么物件来表示是新娘的清白咧 ？A. 竹啊 ，B. 菜头 ，C. 稻草。是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大家拢知影啦。对啦，有结婚过拢知影啦。是。啊，不过这边阮这囝拢是啊。哦，安尼就好。那是我结婚娘。是竹啊，还是菜头，还是稻草？哎呀，敢若你结婚，敢若我结婚娘。这应该大家拢知啦吼。好，那有答案就写落去哦。紧试落哦，试落去哦。时间到啊哦。来，来看一下哦。A， 吼，咱这边嘛是 A。好，来，我先问一下啊，辉玲。其实我本来是想要紧甘蔗啦，是来这无甘蔗，我唔知，因为我唔捌加过，所以我就较唔知影讲迄落出嫁时阵顶悬是挂什么物件。是，所以讲你选的就是竹啊。嘿，竹啊看起来伊的形状较像甘蔗。这是咪这个？竹啊是敢若我感觉伊较纯洁吧。哦，感觉啦，你的感觉。高风亮节啦，对，一赞一赞嘛吼，是啊，用来事业是节节高升嘛，用来新娘就是家和万事兴嘛。上青的，上青的。哦，上青。哦，上青的，还没水吗？是啊，今仔个个想到这样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问一个老师好不好？来，老师。
好，拄才拢有讲到白甘蔗嘛吼，是啊竹仔嘛吼，其实两种拢有啦。新娘车顶悬吼，竹仔和甘蔗拢有白，啊想要白这个甘蔗吼，甘白竹仔啦，竹仔因为安那伊有安尼一项一项，啊再来有迄个竹肉，就是那个竹节有无？竹肉吼，啊这表示啥？表示讲这个新娘吼，真守规矩啊，吼，啊做代志足有准则的，袂乌白来，所以这个。竹仔就是咧向定新娘的亲笔，或者亲笔哦吼。啊，迄个若是竹仔顶吼，敢有带这啥青叶的，啊，因为这青顶顶的竹叶代表啥，足有生命力的。哦。啊，迄个金高生团，表示这安那规家伙啊做兴旺的，规个家族会做兴旺。这就是咱民间所讲的啥套卡青，所以人吼唔是讲白竹仔尔，甲希望会当白啥。有带竹叶的这种竹仔，青竹叶的对，嘿，哇，加油哦！哎呦，好，第三题哦。第三题先要刷来第三题。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槟榔伫咧台湾是足特别的食物，伫咧咱原住民的文化内底，伊会使用来当做什么咧 ？A. 情人定情的物件 ，B. 就是代表活贴的兄弟 ，C. 身躯顶吼装塔的物件。是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好，来开始讨论。嘿，是定情的物件哦，槟榔哦，吼，还是讲是换贴。我甲你换贴就知换只槟榔小布的。是，还是讲咱身躯顶装塔，就譬如讲我摕来做装扮的，迄个鱼膏啦、花链啦、手链啦，装塔的物件。对，来，时间到。来，咱看这里哦。哦，这边有 A 甲 B。哦，东东嘛是 A 哦。哎呦，来，咱先问一下这边的 A。情人定情的物件，因为槟榔吼会当变槟榔泡，槟榔泡嘛，伊袂烂嘛，伊会当藏咧啊，所以代表我爱你的心永远袂烂。所以是不是定情我袂？你认为袂烂？我认为永远爱情袂烂，所以槟榔是定情的物件。你槟榔泡，还先推出来咧，无啊，你槟榔无煲，伊嘛是会订单啦。哦，你意思是讲槟榔卖煲，卖煲订单，会当挂做盘链啦。啊，那咱慧玲咧？你应该有交过男朋友啊吧？这，你不交男朋友要送槟榔吗？你电话伊唔是选你，啊，歹势我误会。伊较先查甫啦，就换贴的啦，换贴的。啊，你讲哎，当着先讲来啦，兄弟，你一条我一条，交一朋友啦，对不对？嘿啊，做弟兄弟安尼哦。哦，这嘛是有道理呢。对啊。我是想讲，你槟榔食偌久啊？我无食过啦。我是想讲，敢若有一点啊，像迄个西洋迄边七夕情人节。七夕情人我送巧克力互你，代表我对你有淡薄意思。哦，送槟榔代表巧克力。送槟榔说我对你有意思哦，安尼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真正定情啊！好来，慧玲，咱就先休困一下啊。失败头咧哦，动头咧。嘿，好来，这个真有动头哦。一个比一个哦。来，咱老师解释。好，啊，咱这条迄个咧讲到恁拄则讲的迄个什么原住民的巧克力，这个意思哈。好，对台湾的原住民来讲。槟榔是真重要的食品，是安怎是真重要呢？哦，拜祖灵、祖先的时爱用的槟榔，翁姨就是巫师哈，做法的时爱用槟榔。啊，若是这查甫囡仔，介意这查某囡仔，伊就安那买送槟榔互伊哦。啊，查某囡仔若甲槟榔收落来，表示啊，我对伊嘛有意思哦，哈。所以吼，你着到今嘛，台湾的南部。阁有真侪人，若要去讲亲情，就会安那摕槟榔去。所以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啥？会成未成啊，槟榔摕真情。所以槟榔伫咱台湾原住民的部落，伊是真重要的食品，嘛是情人的定情的物件。是，好来，咱即摆这边拢有一个比一个哦。哦，过来一题啊，上尾啊！好来，咱即马促销，嘿，来咱请，嘿，甲销起来。哎呦，来2万哦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，2022年4月富比士公布的台湾好野人排行榜，台湾上届好野的是什么人 ？A. 芳子的
温恩良 ，B 是科技业的郭台铭 ，C 是鞋仔业的张聪恩。嘛鞋仔业吼，嘿，不管有钱无钱，大家拢爱穿好的。嘿，好野人吼，摆到这，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他啦。规古早的时阵，到即嘛拢是一个足大的出口的国产业，产业。台湾首富是谁？你敢知影？好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真歹的啊哦。胖牛啦，嘿，纺织业、科技业甲鞋仔业，嘿，你去想嘛，咱单位上好嘛？嘿，3、2、1，请起来。来，起来。哦，你是安那感觉是鞋啊？因为来讲鞋业，即嘛鞋仔业吼，嘿，不管有钱无钱，大家拢爱穿好的。是，嘿，所以讲鞋仔业，伊伫咱的迄个。好野人吼，摆到这，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他啦，应该是伊啦，应该是嘿。我嘛是感觉讲，刚刚有听过，就是说台湾是制鞋很棒的一个国家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为古早的时阵到今嘛拢是一个足大的出口的国。产业，产业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咱听老师先解释吼。来，老师，台湾上好起来，吼，毋是郭台铭先生，是咱做鞋仔大王张聪恩先生，已经连续2档啊哦，拢排头名。伊是咱台湾唯一的哦，伊的资产超过100亿美金哦，100亿哦，吼，100亿美金哦，是代表吼。啊，伊是咱昆林斗落遐的人，伊今年74岁啊，伊是做鞋，伊少年的时阵就是做鞋仔起家吼。啊，后来甲创立啥？全世界第2大的做鞋仔集团，叫做丰福实业集团。伊是咱早期勤俭打拼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典范哦，所以真值得大家甲伊学习。即马恁拢打拼过啊嘛，真好呢。2边即马拢就，那咱即马要安怎？无要紧，咱即马吼就是2边拢一个嘛。2边拢要去？2边拢得到2万块，2边拢有啦。来，咱这边是。即马目前嘿就2万，啊即马加进前1万就是3万块咯。3万块啦！啊，那咱总统这边嘞？进前5000，所以即马加起来2万块。好，不要紧，2万5。3万块，所以这边较悬的会使入去咱上尾一回。一定来去摕啦，好，今日来去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摕奖金游台湾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奖金偌济？咱即马是3万啦。3万就是换30秒。30秒。30秒。剩1秒换1000。啊，因为安尼一定无够，所以我加送你30秒。哦，60秒。嘿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海蚵仔站甲迄个擎天岗，擎天岗。台北游民山。嘿，什么公园？游民山。国家公园。好，会使来，我一记个。关山地头甲公地海游生物博物馆。屏东垦丁国家公园。啊，正确。好紧的哦。北洋步道水帘洞甲布罗湾山个吊桥。华联泰鲁阁。哦，正确，来。白云山庄甲3952公尺。有山国家公园。哎，正确，好来。咱的四侧青石公坑甲乌面南北保护区都有。台南的迄个四侧国家公园。不是7个，七个，不是7个，嘛是4侧，不是四侧，台什么？台东，不是东，台江啊，台江国家公园。正确。进来，小弟啊！台江。来，咱拄啊
吼是安尼，一直个放，一直个放，一直个放。对，咱看咱的秒数剩偌济？袂歹哦，恭喜哦，咱即马剩5秒啦。好，不过拄拄啊吼，因为拢是国家公园啦吼，啊念起来都大家拢知，啊不过真侪迄内面的字咱嘛唔知，啊音变啊念咱嘛唔知，咱来问老师吼。好，来老师，今仔日咱的主题是咱的国家公园，咱台湾总共有9座国家公园吼。是。来啊，咱今仔日有讲到5个吼，第一个是咱的有海洋田加迄个大草埔啊，这个擎天宫，这是咱的阳明山国家公园。好，再来第2个是咱的垦丁国家公园，啊，咱会去关山看啥？看夕阳，看夕阳，啊，嘛有咱的海参馆，会当去啊看咱世界大的海菜，吼，啊，看徛鹅，啊，足侪通看。第3是咱的白洋步道、水帘洞，甲咱的布鲁湾山尾吊桥，这是咱的泰鲁阁。泰鲁阁还是塔鲁阁，拢会使，拢会使，哎，那个音拢会使。第4个是咱的白云山庄，好，啊，玉山是咱台湾人的圣山，伊的宽度有3952公尺，哈，所以是玉山国家公园、玉山拢会使，哈。是。第5是咱的四册，爱两四册，啊。青色磅空、绿色磅空拢不要紧，也会当去各地摆啊，啊有真侪咱的湿地的生态。好，再来是咱的乌面腊杯，就是黑面琵鹭啊，这迄个是世界已经特别绝种的鸟啊，啊有一半以上伫冬天拢会飞来咱台湾过冬的这个渡鸟哈，这是伫咱的大港国家公园，这几个公园拢真值得大家有闲去行行看看的。是，咱即马剩5秒，所以咱的奖金剩5000啦。嘛是真好咧。 5000啦，5000。哦，一人多一人1000，嘿，好，一人要拄好摕1000，咱即摆进来去颁奖。哦，来，今日颁奖，来，奖金5000啦。是，无。不过拄啊吼，咱第一个就是有啊，咱算4字斗1字。嘿，我甲你讲哦，阮有 app 要互大家吼，会当下载、登录落来，啊，你慢慢会当来佚佗吼。好，来你看者，阮上个先介绍者。吼，这个叫做专家有智慧的 app， 恁即摆登录免钱啦吼，啊，入去了你会看到4字斗1字有啊。 试落了开始算啦。最后囡仔啊，无就是吼，厝内底迄落啊，是大人，蛮互因头脑转一下。嘿，啊，而且阮有答案伫下骹，就你就只要算讲倒一个安尼就好。免钱的。是，哦，啊，希望哦，更较更较侪少年人，想要知影讲台语倒位好耍的，来尽量报名来。来去阮的面册顶悬的粉丝团哦，甲阮尽量报名，阮即摆开始咧安排啊哦。无唔对，哎，而且咱等者会当听阮吼弟弟哥哥的新专辑哦，咦，等者唱互大家听。是，等下唱互大家听。啊，毋过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哦。是，拍声，感谢咱的林淑琪林老师，谢谢。老师谢谢，专家有智慧，咱斗阵拼台语，互你逐工拢欢喜。再会，谢谢哥哥，谢谢龙导，谢谢老师，谢谢陈娥，谢谢。 雨声，搁探着寂寞的人心孤单来作伴。爱情啊，我感谢有你过去陪阮行。啊，伤心的人唱伤心的歌，爱无情的人才有。
伤心甲孤单。有听讲，雨若轻轻弹，会当暗含阮走调的歌声。啊，伤心的人唱伤心的歌，梦无情的梦，才有心醉的感觉。不免惊若醒来，无人作伴，唱伤心的歌，家己来听。